呢個小區好鬼嚴嘅，你唔跟住我，你入唔到去嘅。係中山人都知道呢個小區無論佢嘅大平層、物業管理、地段同書包仔喺中山都有極高嘅江湖地位。東區嘅帝景東方一個10幾年嘅小區，你係估唔到佢嘅大戶型居然同現時嘅4代宅戶型係十分相似嘅。而且喺中山，你係好少見啲樓盤由開盤到現時10幾年啦，個水景依舊咁靚，並且幾乎每個月都去清理地下啲污泥。你睇下啲水，佢係有幾清澈。攝影師，你要唔要整翻啖？今日睇嘅呢套房係168平方嘅毛坯大4房3衛雙套間，而且係超級筍盤，208萬。識貨嘅都知道呢個價錢係有幾咁吸引嘅。呢套房係屬於小區園林中間一梯兩戶嘅小高層，而且仲係鳳凰樓層。呢套房業主尋晚啱掛出嚟，我哋已經有客戶迫不及待。尋晚10點鐘，我哋就過嚟睇樓啦。呢套房我可以話1個星期內應該會俾有緣人帶走嘅。10幾年嘅小區 keep 到咁樣，已經真係好唔話得噶啦。部 lift 仲新過新小區嘅，係舊年先換嘅日立 lift 啊！你唔好睇我黑媽媽，其實呢套房嘅採光係好正嘅，東南向小高層。但係呢，今日係陰雨天，呢個係入戶花園啦，好實用。我哋再翻嚟呢個接近4.8米嘅方形大客廳咧，佢係經典嘅傳統南北對流雙陽台，廚房位咧係 U 型嘅，夠闊夠長啊！北向陽台佢係睇翻成個小區園林嘅。我哋再過嚟睇睇佢而家最殺食嘅地方，唔單止4代宅先有嘅6米挑高大陽台，10幾年前嘅本地開發商就已經有呢一種產品，只不過唔知點解而家嘅新樓盤咧越做越翻轉頭，反而以前嘅產品又夠創新，又夠得意。咁如果我哋睇翻佢個園林啦，係當時開發商承諾嘅水景，到現時為止依然都係咁靚仔嘅。我哋再睇睇呢個大陽台，佢係一個 L 型嘅設計，有一半面積係擺技嘅。咁我哋點解佢話可以做4房呢？係因為佢嘅主人房係超級大，呢間房你可以封到個落地窗嚟呢度，再間翻埲牆，開個門口喺呢邊，佢就係4房啦。但係如果你覺得3房夠用嘅話呢，你唔好嘥呢個主人房啊！呢個主人房呢個位係可以做一個書房位嘅。咁仲有就係主人房係帶一個小型嘅景觀陽台啊！如果你有關注東區嘅大平層啊，比較難選擇，又想要一個好嘅地段啦，好嘅書包仔啦，特別係圈層又要有翻咁上下啦。帝景東方呢一套呢一個禮拜內一定會有緣人嘅，感興趣嘅評論區啊！